嗨，哇，你们的相机是怎么了？可以拍，可以拍，尽量，手不要酸就好。然后看完了，你们要听唱歌，感觉很神奇。你们想听什么？老板可以来瓶喝的吗？阳光绿茶。大家晚安，我是苏敏。月花一样随你绽放，那么的香；瀑布一样守候在家乡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这是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长远来的。我却在这里挣扎。啊呜啊咿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呀那呀咿，哦咿呀，哦哦耶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呀。海浪一样白的这海洋，月花一样随你绽放，那么的香。瀑布一样守候在家乡，我却离开。